嚟到元租村，一陣喺2點鐘有遊戲攤位玩，有禮物收，大家唔好錯過啦噃。請到一大班朋友喺呢度啦，又有關懷力量嘅團隊啦，又有幫心愛嘅團隊喎。仲有我啦 ，Jackie 啦。咁咧，我哋咧好開心喺呢度咧，同大家一齊玩。今日星期日，陽光普照。你知唔知尋日咧大橫風橫雨，跟住之後咧，我就諗我哋做呢啲好事咧，就永遠都係天公造美嘅。介紹下呢個團隊，一班年青人，呢班年青人係叫 Shadow Motion， 叫佢自己介紹下。Shadow Motion， 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Yoyo， 你咧？嘉怡，嘢啦，後面。佢叫匿埋。佢叫匿埋啊Sophie， Kelly， 我係 Jackie。我係 Sandra。剩下我執黑中北風中帶着淚，連當天跟他一起的每天。千里山川，我也像是一首歌。